达卜扎拉给。从前卡纳部族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饥荒，整个部落面临粮食短缺的情形。有位族人不甘现状，决定上路寻找食物。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，发现了一个发光的缝。好奇的族人轻轻一碰，地板的土便开始塌陷。原来地底下有一群居住在这里的小矮人，名叫达卜扎拉给。面对误闯他们家园的陌生人，达卜扎拉给不但没有伤害他，而是热情地招待他，并让他留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，请他吃小米做的饼，并教导他耕种的方法。族人从中习得耕作与制饼的技能。要离开前，达卜扎拉给还送他一包小米种子，并且要求族人收成后，要邀请他们去试吃新米。族人答应后，便前往回村的路上。回村后，与大家分享学到的一切。每当新的小米长出，达卜扎拉给就会前来。这时卡纳富族人便会招待他们。但有一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达卜扎拉给再也没有出现，洞内也空荡荡的，找不到达卜扎拉给的踪迹。但就算如此，族人依然每年都会给他们准备食物，也因此逐渐演变成米贡祭。米贡祭是在传统卡纳富族里年底小米收成时举行，主要祭祀的对象为地神，借由达卜扎拉给此神话故事，引申出庆祝小米丰收的祭典。族人会邀请达卜扎拉给来家里享用贡品，并且请求他们保佑明年的收成和身体健康。